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揀選咗我哋喺神州裏邊良友電台一位嘅聽眾嘅來信，我哋為佢守望。呢位嘅聽眾咧係一個姊妹，佢姓穆，穆桂英嘅穆。穆姊妹咁講：我10幾歲就外出打工啦，10幾年一直漂流在外。如果唔係主耶穌嘅保守，我會經歷更多嘅苦難。感謝神帶領我認識咗良友電台，每一次傾聽都係靈魂嘅慰藉啊！讓我學會咗點樣面對內心嘅軟弱，勇敢站起嚟。各位電台嘅老師所講嘅福音資源，一直提醒我要持守信仰，不懈去追求，讓我喺困惑同埋挫折嘅裏邊揾到方向。良友電台唔僅係一個節目啊，更成為咗我生命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多謝你哋辛勞付出同埋無私嘅奉獻，你哋唔僅係傳播者，更加係一個陪伴者，將呢份嘅光芒觸及每一個渴望溫暖同埋鼓舞嘅靈魂。我哋低頭一齊為穆姊妹祈禱。呢課我哋感恩穆姊妹，佢嘅成長嘅路上有主嘅陪伴啊！每一份人生嘅經歷其實都係有主嘅安排。我哋睇到姊妹喺軟弱嘅裏邊，能夠靠主剛強勇敢。感謝主，你一直保護佢，使到佢生活得到力量。我哋同心嘅禱告感恩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希望下個禮拜我哋一齊繼續守望神州，唔好俾佢停。拜拜。